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客庄的文创。随着产业全球化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经济环境快速的变迁，国际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以及瞬息万变。台湾要如何在下一个10年在国际竞争维系竞争力，是台湾产业界政府单位急需思考的问题。在面对高度不确定下的产业未来，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优势提出适合台湾产业发展的方向以及道路，为产业界指出未来发展的规划，是产业界所期待的。客家文化文创目前日新月异，所以客家文化的文创产业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项新的契机。台湾客家运动在1987年10月创办《客家风云》杂志开始，已历经了30年的发展。政府正视台湾客家族群的发展危机，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成立，宝岛客家电台的成立，还有政府单位也成立了行政院客家委员会，创办了全球唯一的客家电视台，在大学也成立了客家学院、客家研究所以及客家研究中心等。这些学术单位不断地提出了客家文创这个概念，而各式各样的客家族群发展运动也持续在进行当中。那究竟客家文创有哪些机会呢？首先，从我们执行的单位客委会开始说起。客委会逐渐的重视客庄地区的产业发展，近年来受到观光产业发展的影响，各地皆兴起了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举办。台湾各乡镇为了提振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，纷纷举办了不同的文创行销以及客家文创产业活动。在此也拓展了许多的商机，吸引了旅客以及观光客前来，而代表各地客家主题文化也如春笋般的产生，各地的客家主题文化创意也逐渐形成了客庄文创产业的热潮。学者指出，客家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可以说是包山包海，要令人感动，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。客家文化甚至近年来到欧美、日本等国家进行交流，都受到广大的欢迎。例如到新加坡，客家的演唱也是受到当地的欢迎，像山狗大这样的乐团。传承及发扬并不会悲观，而且应该加强美学教育，要注入现代行销的观念，借由政策来推动，让更多人看见客家文化之美。而且，推动客家文创产业，不但能够强化区域的发展，而且能够提高当地政府的经济产值，更可以让一般的民众了解客家的渊源，认识客家文化，提升客家族群的认同。对于客家族群而言，实在是一举数得。而让一般的民众了解客家文化，也可以提升族群的素养，族群主流化，彼此互相的尊重。然，随着客家文创产业的多元发展，政府所投资的人力虽有增长，但仍希望资源分配能够有效的运用，能够让客家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健全完整的发展。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新兴产业，已经成为全球世界各地实践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模式重要的产业之一。尤其是在近年来，各国竞相推出文化创意产业，为国家产业活动发展的主轴。依靠本身拥有的历史文化产业资产，
创造出惊人的产值。而文化创意产业也被视为第四波的产业动力，可以为国家和经济带来更多的竞争力。究竟要如何推动客庄的文化创意产业呢？根据台湾在行政院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中，特别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列入施政的重点。而国内对于文创产业的发展也逐渐受到重视。参酌各国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的定义，台湾发展产业的特殊性，将其定义为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源自于创意以及文化的累积，透过智慧财产权的形成与运用，具有创造财富以及就业机会潜力，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的提升的行业，我们都称为是文化创意产业。而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有不同的行业类别，而在政府界定文创产业的范围，除了考量符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和精神之外，也加上了产业发展面的考量。其中的原则，就业人数以及参与的人数多，产值大，关联的效益大，成长潜力大，原创性高，创新性高，附加价值高，这些都是文创产业基本的一个条件。再来看看文创产业在客庄的发展。由于客庄发展大部分都在丘陵地区，客家聚落也以农产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。在目前文创产业发展盛行的当下，如何从传统的产业把它形塑成客庄的文化创意产业来发展，是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也就是如何将传统的手工艺产业、聚落产业，能让它推升成为客庄的文化创意产业。而客家文化根据当地的客庄的人文、地理、风俗习惯等长期的累积，形塑了在地的客庄文化。这是一个非常特殊、具有特色的文化，借由消费的过程，认同客家文化的价值，能够再造新的客家认同，并且让消费者在购买客家文创产业的同时，也能够学习到族群之间的互相尊重，多元族群的相互认同。客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，掌握未来产业的新趋势，整合客庄文化社会资源以及当地民众的参与，强化地方经济的体质，推动客庄产业，让它具有地方的风味以及特色，推出像这样的活动，让客庄产业能进一步的提升。而客庄的文化创意产业将如何表现呢？客家文化的创意产业在食衣住行娱乐中都可以展现出来，每一个环节都有浓郁的在地性、独创性以及原创性。在台湾，可能大家最经常听到的就是客家话。客家除了在语言的表现具有特色上，其文化物质也跟其他族群有所不同，包括客家的米食、蓝山的衣着，这些可都是客家文化很特别的文化特质。在饮食方面，客家的饮食可以说是客家文化主要的代表之一。传统多以咸、香、肥来形容客家的饮食特色。近年来，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，客家传统的家常风味
也受到青睐，带动了许多人参加客家文化活动的时候，客家美食在客庄文创产业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客庄都可以看到具有特色的客家美食餐厅。在衣饰方面，南山是客家传统服饰的代表，其主要的特色是颜色单一，但实用耐穿，一如客家人朴实无华、勤俭刻苦的精神。南山的设计也走向国际舞台。在住的方面，客家民居的建筑和风格形式，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变化。例如土楼、圆楼这些深具特色的建筑，而客家的宗教信仰也是很受到大家所重视的。客家人在不同的节气、不同的地区都能够感受到客家人的信仰，例如义民信仰、三山国王、五谷农神等等的，这些都是客家人经常的宗教信仰。在音乐与戏剧方面，音乐如客家民间的山歌、八音、小调音乐等；在戏曲方面，则有三角采茶戏等戏剧表演。而客家的习俗从新年开始，春节、上元、天穿日，一直到立冬、冬至、尾牙，都有或繁或简的活动。而这些人客家人在岁时节庆的时候，经常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而有所差异。最近为了推广客庄的文创产业，客委会每年举办客庄12大节庆，可以看出客家文化的特殊及多元性。民众参与这一系列的节庆，除了可以休闲娱乐之外，对于客家文化的保存以及尊重也是很重要。客庄12大节庆是每年所票选出来的，所以也许有些是很固定的，但有些却会不太相同。竹东的天穿日每年举办台湾客家山歌的比赛，还有苗栗的棒龙活动，由苗栗县苗栗市所举办。台中东市的新丁板节由台中市政府客委会来办理。这些都是经常每年几乎都能够举办的客庄12大节庆。另外，像屏东县六堆300年的祈福尖炮城活动，以及头份的降灯好客节。刻骨铭心鼓王争霸战是由花莲县政府所举办的。新竹县文化局所举办的全国义民祭，还有云林县政府每年所举办的诏安客家文化节，都是客庄12大节庆。在台东则有收冬祭、台东好米收冬祭，而在南投也有国庆抢成功的活动。最近在高雄市客委会也举办了客家婚礼为爱长跑的活动，这也被列为今年的客庄12大节庆。所以我们看到客庄12大节庆其实就是客庄文创产业很重要的一个表现。每一个月都有每一个月的特色，例如1月高雄美浓的银圣基纸祭，2月的火棒龙苗栗，东市的新丁板节，屏东的六堆的宫炮城文化祭，新竹的天穿日山歌活动，3月份有南投国姓的抢成功入神祭，4月有客家同花祭，5月有头份客家文化节，3义云龙节，6月在桃园有同州共济文化祭
7月在花莲有鼓王争霸战，8月的义民文化祭，9月的平镇客家彩街嘉年华，10月的六堆嘉年华，11月的新竹国际花鼓艺术节，12月的客家传统戏曲收冬季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在每一个节庆、每一个月份，都可以看到台湾客家族群充沛的活力。客家族群一直是汉民族一个色彩鲜明、特立独行的族群，历经过大迁徙，仍然处处以反客为主，以客为家，时时刻刻保有客家的特色。也就因为如此，可以发挥客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，